后来，过来是有家长带囡仔到台南的马沙沟滨海游乐区耍水，准备要上花时阵，后生雄雄讲脚真痛，原来是脚倒迄个所在是扣着伤咯。救生员讲，这已经毋是个案，讲因为这个海面上的警戒线甲浮球，和一种叫做珍湖的动物掉落来探生，就是这种的动物，甲囡仔的脚来扣着伤，讲打来会증色到告示牌，提醒游客爱注意。 未少大人会趁休热的时，带囡仔去耍水，抑阁有人耍水耍甲受伤。看到伤口会心疼啊，可是其实比较觉得有问题的是当下的处理方式。除了家长有责任在看管上面，但是你园区内的人应该也要有高度的敏感度。 当时因为天气真热，这查甫囡仔落水就去耍，结果想要上岸时，甲老母讲有够痛，甲看咧伊的脚拢伫流血。第一时间赶紧到救护站冲水抹药啊，结果救生员甲讲这毋是单一的个案，互囡仔老母惊一跳。救生员随分皮啊将人赶上岸，这个代志发生伫台南马沙沟的滨海游乐区。不管用鸣笛的，或者是用呼喊的，请游客尽量都要远离，不要靠近我们的水上安全绳索。 自身一些藤壶类的部分，它会比较容易割伤，因为我们2个月的换一次，没有机会让它长成那么大。囡仔脚受伤，主要是因为这安全锁甲这浮筒顶有切啊，这款物件主要伫海底成年了后固定伫较定的物件表面，因为这真尖，若无设置会擦着伤。所以多增设一些告示牌，让客人了解，这样的东西不要去靠近或触碰。 针对游客安全，业者真重视，未来卖加彩告示牌啊，对着受伤民众，买当申请保险的理赔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